敢一定都爱安尼？你这么帅气呀！麻烦改一下好无？好，咱是8点的，哦，8点没哦。咱是安尼，毋甲对，叮，是毋是？是。请问不输鬼，即马是用来讲一个人真好色、真猪哥。啊，伊的字写安怎写咧？我当年读共款，你才会好，互你学啊。 A 是不输鬼，B 嘛不输鬼，C 嘛不输鬼啊。来，安那写，安那写。是哦。我应该是 C。我们讨论，我可能因为伊应该爱有迄个样，啊，结果伊无迄个无迄个样，鬼，无像鬼安尼。不输鬼。C， 好，咱来看者 C 不输鬼，对唔对？ 哦，好，机会来，紧嘞。我要选 B B 不输鬼，为什么？不输鬼，因为我的想法是，咱敢若参咱讲的礼义廉耻，对，哦，伊这四个若拢无，哦，伊就敢若鬼。哦，礼义廉耻拢无，就是鬼。哦人假啦，你讲的是人的假，一个假拢无。对，无人格，无人啊，拄好格。四个。这个礼义廉对，是确定。用药的。我感觉这个方向是对的。对的，是好，咱来看一下哈。B 不输鬼，对唔对？不死鬼。不要紧，大家拢会哈。咱来问老师就知啊嘛。老师，好，其实这三个吼，那照字来念知音拢无共款啦。哦，第一个吼念做不输鬼，不输鬼，第二个念做不输鬼，不输鬼，啊第三个念做不属鬼。不输鬼。啊，若照音来讲吼，咱一般是讲这个人做不输鬼的，是所以第一个对啦吼。啊，过来是安怎会用这三个字？因为就是讲伊做诗歌吼。足好色的吼，那鬼咧，不过伊人是也佫活咧啊，所以伊是无死去的鬼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无死去的鬼就是不输鬼啦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